口罩哦，拢非常的乐观，特别少。特别笑。怎讲？人来讲办丧事吼，厝内底有人走去吼，啊，像足伤心、足艰苦的安尼。是一定的啊。一定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迄有的人也是拢翁走去啊吼，迄无一定会足艰苦、苦死人的。对你敢是咧讲蔡连基啊？阿母啊，你嘛小可假一个。系啊，你们这来讲伊哦。我哪知你要讲迄全台湾死死上盖痛了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阮爸丧事办了吼，伊就讲行，来去泡温泉。对，所以讲人讲一般来讲，比如讲啦，死翁啦，吼，啊是安怎拢会安尼足可怜，有诶甲对年甲无都行出来，阮母啊一下晡就行出来。嘿，蔡连基啊，是安怎啊？因为吼，阮先生破病半年外啦，哦啊，植物人啊，啊，阮已经面对种生死疲劳这种过程啊，啊，所以拢爱我甲这两个囡仔讲，因爸爸已经植物人啊，根本就无法度救好，咱得爱放下，互伊较早去的。啊，伫恁世间的人，啊嘛爱过了快乐，爱甲佮继续落去，生活也较会当过，日子才会当过。嘿啦，系啊，毋好甲逐工哭哭啼啼。有影嘿。快乐啊，一天哭啊，是一天安过去，快乐一天头安尼。前发生代志的时阵，应该已经哭到无目屎啊。伊嘛无拢无哭。哎，我老爸嘿啊，